继续要带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宝林地色食物中毒这个案件后续调查上新的情形。去台班的迄个越南毒子，伊的手去互验出邦克利酸，即马伫伊的大便内底冒验到。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有可能是伊的手先去摸到，才去食到。不过，嘛有医生讲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毒子伊本身有可能就是无症状的带源者。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上新的检验结果公布，除了越南籍大班总铺手的检体有验出邦克利酸以外，进一步采验总铺的大便检体嘛发现邦克利酸是阳性反应，不过会检体是阴性的。推测这样子的状况，他在手部有污染嘛，那虽然他没有去吃这个主要被污染的食材，可是他可能有吃到，但是浓度很低，所以没有对他身体产生影响。王必胜表示，越南籍总铺敢若手有接触污染的食物，可能有食到真少量的毒素，不过也可能是大便出样的时阵，互环境污染，会持续观察总铺的肝功能。对这样代志有医师是理由，可能是罕见的强性体，因为以前文献毋捌发生过这种案例。怀疑总铺可能甲伤寒玛丽同款，是无症头的带源者，无意中甲毒素喂互别人。这位厨师他的肠道是确实有能够对于此毒素呢，它的免疫状态跟这个毒素的毒性是达成一个平衡，没有让它入侵到血液，没有入侵到它的肝脏还有其他的器官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点类似伤寒玛丽的所谓的一个无症状带源者。根据疾管署统计，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无新增加通报个案，目前也是维持34例，其中2例死亡，4例伫加护病房，3例伫一般病房，其他当厝休困。但是进前食炒面39岁女性通报个案，采检结果是阴性，拢总有32例通报案例，检验出邦克利酸是阳性。记者综合报道。